直接进来，不用讲，直接进来就好。哇，这么多只哎！对，这里也有，里面还有糖的嘞。一共多少只？这边有20只有29只。另外那边还有，对，哪边？另外我另外还有租一个地方。香山对对对，因为太多了，一个地方放不下。那你怎么谈？像我这边目前就是，我觉得比较难照顾的，就是有4只瘫痪猫，然后还有1只癫痫猫，那癫痫猫的话，就是像这一只，它叫晃晃，它是我从竹北收容所带出来的，然后对躺着那一只，然后他们这种瘫痪猫，就是每天要帮他们挤大便、挤尿，挤3、4次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基本上就是带收容所也不会有人去接啦，除非像我们这种就是中途会照顾的，然后也知道。这种没有挤便挤尿就是会感染。之前我还有在别的地方上班，然后我觉得这样就照顾不好了。对，后来就变成说好，那我就下定决心自己做宠物美容，然后在这边就有更多的时间。但相对的就是业务量要有，对，要不然很可怕。你的收入怎么可能照顾这样的一个群？29只哎，对，29只耗费的那个一个时间了哈，因为他们的状况。对，还有你那个饲料啊，还有基本的配备。对啊，而且他现在的那个状况是，肾衰竭，对，每天都要打皮下，然后每天要吃6颗药。我们进来也都没有闻到特别什么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那种，你很会把这个清就是要做到位，每天拖地，每天整，每天拖地。对，接出来的时候是很严重的感冒，所以眼睛感染才会摘除。然后他现在的后遗症就是很容易就会感冒，他就流鼻涕啊。后面那一只也是瘫痪猫，可是它的背力很强，它可以自己往高处爬。名片有啊，有这个喵屋，意林。对，因为猫咪美容我基本上都是做预约制的，对，就是让，因为猫咪比较紧张，它叫嘎嘎。它是我当初在旭海的时候，客人送来美容，然后它的状况就很差，指甲也是插到肉里，然后耳朵也很脏，可是它有心脏病，对，所以变成后来送养其实也不是那么好送养。就是你有募款啊，或者用什么方式？因为我不能募款，我没有协会，对，然后我自己本身也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做那么多这些事情，我就是自己傻傻的赚。就是很努力的去做，然后能赚多少就赚多少，然后反正就是都花在他们上面。在这边好，小东一点点心意，谢谢。